咁而家又再介紹緊呢一個教堂咧，另外一個教堂，即係講咧係馬可傳福音咧，傳到嚟埃及，帶咗好多人信耶穌，咁建立教堂。呢個教堂咧就去紀念聖馬可福音嗰個馬可啦。咁其實又係當時天主教就開始建呢啲教堂咧，就好偉大，好靚，好多支柱咁樣，用唔同嘅方法去紀念、去講聖經嘅道理咁樣。咁但係我哋都要記住咧，喺同一時間咧，好似希伯來書咁樣講咧，有好多信徒咧係喺荒野、喺曠野，漂流無定嘅，係受迫害、受逼迫，漂流無定。而耶穌講咧，到最後審判嘅時候咧，會將人咧分開兩隊，山羊同埋綿羊。咁咧，綿羊咧係邊啲人咧係可以去到神嘅國咧？綿羊咧就係嗰啲去接受、去招待、去相信、去跟從耶穌基督嘅小子，耶穌基督嗰啲無名嘅傳道人啊，即係冇名嘅，但係咧為耶穌嘅福音咧坐監啊、患病啊、受迫害啊、無家可歸啊，但係咧佢哋傳講個道理咧、真理咧，耶穌嘅真理咧，佢哋傳講同埋示範有榜樣，身體即係力行咁樣去行出耶穌基督嘅道理。咁而真係接受耶穌嘅人咧，就跟住佢哋聽佢哋嘅傳道，實行真理。咁似乎咧就唔係呢啲嘅聖堂啊，好偉大嘅建築啊，即係好有財富，好有權力，可以即係去征服其他嘅國家，去變成有統治權，可以係改動其他國家嘅政治經濟，甚至可以講話呢度就係瑪利亞、約瑟同耶穌嘅家庭生活嘅地方啦。咁用佢哋嘅權柄，我哋應該咁樣紀念、咁樣紀念、咁樣紀念，點樣嚟朝聖呢？就得到祝福啦。咁呢啲唔係耶穌嘅教導。